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0，诗篇145篇，10安尼讲：上主啊，你所做的一切，要感谢你。你的圣的子民，嘛要称赞你。三个来祈祷，一切所做，拢要感谢甲称颂的天父。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日出日落拢照时，出日落雨拢有时，春夏秋冬拢照期，万项事拢有你定着的期。会创造主，主啊，原对未出舞台，你就定着阮的一生。你也按照你的旨意来安排阮的道路，主啊。当阮夜望天的时，感受到你创造的宇宙伟大，愿就满心的敬畏，甲颂赞你创造的奇妙。主啊，你用大能创造万物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天开穹苍。主啊，你将恩典赏赐伫世间人。主啊，一切受造的，拢要来感谢你。你圣的子民，嘛要称颂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